讲俗语，所以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有船无港路，这个意思是有船无路通行。这个船是最常的交通工具，无共款的船，伊的功能无共款。货船用来载货，客船用来载人客，渔船也是渔民掠鱼的工具。啊，那军舰是国防的武器。以军舰来讲，若是讲港路被封锁，无到驶到战场，那呢舰顶的武器更加进步，更加精良，嘛无到去消灭敌人，保卫国家。啊，功能无共款的大小船只，拢需要有水路来航行，才会发挥伊实用的功能。啊，若是讲干那有船，水路袂通，是不是完全无水路？就算有更加好的船，嘛无用武之地。也比如讲人才必须有舞台，才有发挥伊专长的机会。若要只有10八般的武艺，嘛无路用。啊，当然有实力等待时机，甚至开创时机，创造舞台，这嘛真要紧。今日讲的俗语是有船无港路。